深圳呢也开始爆发了，仅仅6个月的时间呢，有几十万的、十几万的深圳人呢，离开了这个福田区，离开了这个南山区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深圳的福田区、南山区都是深圳市中心最繁华的2个区。他们这些人呢，没有去那些发达的国家，而是纷纷来到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小城市。这里人均寿命啊世界第一，因为这里啊没有科技啊与狠活，也没有什么农场啊与超标，吃的东西啊绝对放心，而且的话，这里的医学水平啊与美国啊相媲美，关键是看病也是免费的，但这里的教育啊才是王炸级别的。这里的话有15年的免费教育，孩子呢不用中考都能上到高中，上大学还给你补贴60万学费。这里呢一座城市啊就有5所世界100强名校，1/3的孩子啊都能上100强，都能有100强的学历。这里就是东方明珠啊，香港。